Edison 粗爆跑全馬。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一班娛樂圈中人尋日齊齊參加渣打馬拉松。心游仲一身粉紅，認真 sharp 爆。不過論搶技，梗係佢啦。首次挑戰全馬，早45分鐘熱身，有啲姿勢咁。42.195公里，4個鐘內完成，滿唔滿意自己成績先？我係4個鐘頭內跑到嘅，都係4個鐘頭內嘅。唔係個人第一下係過咗個，咁你心唔心我？我希望你更快啦。係咯，有冇啲好嘢講咧？不如有冇好嘢講啊？都有嘅。係啦，不如講下啲好嘢啦，好嘛？做乜咁燥啊？唔通俾人講中參加比賽用嚟洗底？你想講咩講咩啊，冇所謂嘅，即係香港報紙雜誌都係咁啦，即係我冇諗住今次去做任何嘢，我係真係諗住去做前線咯。我洗咩底咧？有咩洗？有咩底要洗咧？不過最失望嘅都應該係佢，今年3甲不入，陰公咯。唔通因為冇咗欣宜打氣？唔緊要啦，下年再努力過。